月底嘅時候呢，我咪去咗台灣，去一間嘅婦科診所嗰度，去到留精子，咁啊準備送去美國嗰邊，就去進行我哋嘅代母計劃噶嘛。今日好多觀眾呢，喺呢半年時間裏邊都經常性 DM 我啦，或者喺直播度留言問我啦，即係譬如問我哋話，喂，個小朋友會幾時出世啊？咁但係我想講呢，雖然已經過咗半年嘅時間，我哋嘅代母計劃除咗係仲未有任何進展之外啊，中間仲發生咗好多嘅小問題，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因為實在有太多人問我啦，所以今日呢，諗住喺呢條片度同大家去到好簡單咁樣去到講一講，咁喺呢半年時間裏邊，究竟我哋嘅代母計劃進展成點啊？同埋其實中間發生咗啲咩問題呢？今日就係咁我要揸車出去啦，咁啊順手喺架車度呢，同大家一路揸車一路去到講，究竟中間係發生咗啲乜嘢事？首先第一個遇到嘅問題呢，就係我哋要揾卵子嘅捐贈者噶嘛。咁我哋最初呢，揀到一個我哋認為都非常之好嘅卵子捐贈者啦，即係我哋根據佢嘅學歷啦、個外貌啦、家庭嘅病歷啦、身高啊、體重啊、國籍啊之類各方面，我哋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卵子捐贈者。咁我哋就諗住同佢去到買卵子啦，係咪？咁但係呢，就嗰個卵子捐贈者呢，我哋最初原本係諗住要同佢買24粒嘅卵子嘅，咁但係最終呢，佢只係可以攞到6粒出嚟啦。之後想再取卵嘅時候呢，就嗰度嘅醫生就同我哋講話，就話啲卵子攞出嚟嘅嗰個質素唔係十分之好。咁呢一個係我哋第一個遇到嘅問題啦。咁跟住為咗解決問題，我哋結果係要揾多另外2個嘅卵子捐贈者。咁另外嗰2個呢，我哋都係有睇過晒啲相啦、身高體重啊、家庭病歷啊、學歷啊、國籍啊之類，我哋全部都睇過晒嘅。咁啊，最終呢，我哋由1個嘅卵子捐贈者變成咗要揾3個嘅卵子捐贈者。咁呢一個係我哋第一個遇到嘅問題啦。咁跟住好啦，我喺台灣留嘅精子，喺卵子捐贈者度攞翻嚟嘅卵子，咁我哋全部喺美國嗰度去到用 IVF， 即係用體外受精試管嬰兒嘅方法去到做胚胎啦，係咪？咁啊做胚胎呢，做完出嚟再做埋呢一個嘅 PGT-A 檢查，即係呢一個遺傳基因嘅檢查啦。咁啊最終呢，可以用到係完全成功通過晒所有嘅檢查 ，DNA 基因冇問題啊，各方面最終出嚟呢，可以用到嘅胚胎呢，只係得4個。咁嗰4個胚胎裏邊呢，係1個性別係男仔，另外3個呢係女仔嚟嘅。咁喺胚胎只係得4個可以用得嘅情況，咁啊我哋可以成功嘅機會率又大大降低咗啦。不過呢一個都唔係最大問題，最大問題呢，代母嗰方面啦。咁我哋今次去到揾代母，去到幫我哋手，去到懷孕個 BB 呢，我哋全部喺美國嘅加州嗰度做嘅。我哋最初喺4月頭左右嘅時候已經係選定咗一個代母啦。咁啊對方亦都係同意晒所有嘅問題啦，咁啊簽咗一啲事前嘅協定嘅合約啦，係咪？咁去到我哋製造好胚胎啦，咁嗰個代母需要去婦科醫生嗰度去到做好多嘅檢查嘅時候呢，咁就發現到嗰個我哋原本選定嘅代母，佢個子宮內膜個厚度不足，美國嗰邊嘅醫生就判斷佢係不適合做呢一個嘅代母。咁結果呢，我哋原本已經係喺幾十個人選裏邊去到篩選，去到揀代母嘅時候，結果揀到原本嗰一位啦。咁但係好可惜，個醫生檢查發現佢子宮內膜厚度不足，唔適合做代母。咁結果我哋又要重新由頭再選擇多一次代母啦。咁呢一個係第2個嘅問題，令到我哋嗰個代母嘅進度又推遲咗好多啦。咁我哋終於都揀到一個新嘅代母，而對方亦都同意去到協助我哋
之後咧，我哋就要進入一個法律手續嘅程序啦。因為喺美國代母係合法嘅，咁但係當然為咗保障個代母啦，或者保障我哋自己同埋即係我同我太太啦，保障我哋自己嘅權益咧，我哋係必須要有律師去到製作一份嘅合約出嚟，大家互相去到簽署嘅。咁個合約嘅內容咧，主要係包括啲乜嘢咧？個合約嘅內容主要就係包括嗰個代母佢懷孕嘅嬰兒，即係如果成功懷孕到嘅時候，佢懷孕嘅嬰兒咧，佢係冇撫養權嘅，嗰個撫養權係我同埋我太太㗎啦。跟住之後就係一啲保險嘅內容啦，譬如話如果個代母喺懷孕期間，有啲咩嘅身體狀況出現問題啊之類咧，係必須要由我哋去到買一啲嘅保險，去到 cover 佢所有嘅醫療嘅費用啊之類咧，係咪？咁係一份咁樣嘅合約。咁呢個合約咧，我哋都花咗差不多接近1個月嘅時間，去到美國嗰邊嘅律師去到製作呢份合約出嚟啦。跟住之後要寄過嚟日本俾我同我太太去到簽署啦。又要揾一個嘅notary， 中文我唔知咩啊，後補，字幕後補。咁你要揾一個 notary 咧，咁去到喺網上邊同我哋去到視像通話嘅情況底下，由佢睇住我哋去到簽名。咁好啦，咁啊法律嘅手續全部搞掂晒。咁而我哋新選定去到協助我哋嘅代母咧嘅身體檢查亦都 pass 咗啦。咁呢一度咧真係非常之好彩。咁佢嗰個身體檢查咁啊 pass 咗。咁啊而家咧我哋嘅代母嘅計劃係進展到去一個咩嘅地步咧？就係而家要等嗰個代母個經期去到完結啦，跟住之後醫生做檢查，再用藥啊之類啊，可能打針啊各方面啦，即係以前我同我太太做 IVF 嘅時候都做過嘅一啲步驟，去到確保嗰個代母嘅子宮裏邊嘅健康啦，個代母自己本身嘅健康狀況啦，係完全適合去到移植個胚胎入去，咁先至會去到放胚胎嘅。所以而家咧，大家睇緊片呢一刻咧，我哋係頭先講咗，我哋成功有嘅4個胚胎咧，係仲未放入代母個子宮裏邊嘅。咁啊，聽翻美國嗰邊嘅醫療團隊同我哋報告翻咧，而家暫定最快有可能會係喺11月中左右就會可以放胚胎，呢一個係最理想嘅情況。如果11月唔得嘅話咧，咁就即係要再等嗰個代母個經期嘅下一個週期啦。咁即係要等到去12月啦。如果12月都唔得嘅話，就要等到去下年嘅1月，咁啊順延落去一個月咁順延落去。咁但係而家暫時咧，最理想最快會係11月中左右就會可以去到放胚胎。咁所以如果11月可以放到嘅話，即係話最快可能會喺下年嘅8月9月左右咧，可以迎嚟一個新生命嘅出現啦。咁但係呢一個係當然係講緊放一次胚胎就成功到嘅情況底下先至會係咁啦。如果放一次成功唔到嘅話，咁就又要褪1個月再放胚胎，再成功唔到就要再褪多1個月再放胚胎。咁所以而家其實係有好多嘅不可預測嘅情況會出現到啦。咁好啦，有另外一樣咧，相信有好多嘅觀眾都有興趣知道啦，或者可能有啲可能自己都考慮緊去到想揾代母。其實有好多嘅觀眾咧都有 send 個 message 問我，就係話我哋去到揾代母啊呢一個嘅事情究竟使咗幾多錢咧？咁而家同大家講一講咧，關於錢嗰部分嘅問題啦。咁錢嗰部分咧，我哋而家暫時去到而家呢一刻，未計我哋喺香港嘅時候以前做過嘅 IVF， 即係嗰陣時大概用咗我諗70-80萬港紙咁上下啦，即係加埋啲雜費啊、credit card， 其實可能已經用咗100萬港紙。呢個係以前喺香港做 IVF 嘅時候。咁如果淨係講今次嘅
代母嘅事情咧，我哋用咗幾多錢咧？首先，我4月嘅時候喺台灣做 IVF， 去到留精子，跟住之後再寄過去美國，同埋做晒所有關於精子嗰方面嘅一啲嘅檢查咧，嗰度係用咗$3000美金。跟住之後頭先講我哋揾卵子捐贈者去到購入呢一個卵子咧，嗰度3個嘅卵子捐贈者，我哋 total 買咗24粒嘅卵子，嗰度係46,650美金。代母嘅招募同埋背景調查各方面，我哋係用咗51,650美金。頭先講到嘅同代母之間嘅一啲嘅法律上面嘅合約，所有法律相關嘅文件，呢一度我哋係用咗11,450美金。之後代母嘅薪酬，因為代母我哋唔係話即係自願義工幫手噶嘛，喺美國代母係一個一盤生意嚟嘅。今日代母幫我哋去到協助懷孕嘅呢一方面咧，個代母嘅薪酬係75,000蚊美金。呢一啲係我現時已經係俾咗嘅一啲金錢啦，總數係18,750蚊美金，大約係港幣145萬港紙左右，大概145萬港紙。咁好啦，呢一啲咧係我已經俾咗出去嘅錢啦。咁而我仲未俾，而我將來係要俾嘅錢咧，有啲乜嘢咧？首先，當個代母佢係成功懷孕到之後啊，佢懷孕期間嘅一啲嘅醫療上面嘅支出啦，相關嘅健康保險啊，各方面呢一度大概係28,000蚊美金。跟住好啦，如果萬一好開心地個代母係成功懷孕到9個月之後，如果個 BB 係早產嘅話，即係譬如可能33個禮拜、34個禮拜、35個禮拜個 BB 早產嘅話，喺美國咧唔係美國啦，即係全世界邊度都係啦。咁個 BB 咧係要放入去 ICU 噶嘛，即係瞓喺嗰啲ICU 嘅 BB 病床裏邊。咁美國嘅 ICU 咧係非常非常之貴嘅。美國嗰邊醫生同我講，再加埋我自己上網去到做 research 咧，都係得出嘅答案就係一日係8,000至到13,000-14,000蚊美金不等，係一日。如果個 BB 早產1個禮拜，就要瞓1個禮拜；早產2個禮拜，就要瞓2個禮拜；早產3個禮拜、4個禮拜，咁就即係要瞓幾多日啦？係咪？如果萬一個 BB 早產成個月嘅話，就即係話要28萬美金。咁呢個就已經係200零萬港紙啦。咁呢一啲係喺最開心但係又最壞嘅打算底下，呢一嚿錢我都係要準備去到俾嘅一啲嘅錢嚟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應該有保險係可以買，就去到 cover 到有可能發生嘅呢一個問題嘅。咁呢一部分咧就我仲喺度做緊一啲嘅調查啦。咁但係個保險嘅保費啦嘅內容係點樣啦，可以 cover 到幾多啊？呢一啲咧就我之後可能另外會再拍片同大家去到分享咁樣啦。咁而家就暫時未知會係點樣。咁但係最壞情況打算可能要再使多500萬。呢一部分就係個代母懷孕啊，去到個 BB 出世之後會發生嘅一啲費用啦。跟住啊，就係我同我太太要飛過去美國啦。咁喺美國咩時間？我哋大概要逗留1個月，因為個新生嬰兒係冇得即刻上飛機去到飛翻嚟噶嘛。咁我哋喺美國嗰邊咧，我哋要逗留1個月嘅時間。咁喺嗰邊嘅住宿啦，同埋我哋打算去到揾一啲叫陪月中心，就去到個新生嬰兒出嚟嘅時候，幫忙去到照料個新生嬰兒嘅一啲起居飲食啊之類。因為我哋係新手父母啦，將會係希望咁，所以我哋好多嘢都唔識噶啦，呢啲嘢都咁，我哋就會喺個陪月中心度咧，就一邊學就一邊揾一啲專業嘅一啲護士啊，之類啦，咁去到幫手。咁呢一部分咧，應該可能都要使幾萬蚊美金啦，可能都要。咁呢個暫時未知。咁但係 total 啦，咁啊代母嘅費用啦，頭先講 break down 咗一啲卵子嘅費用啦，之類嘅卡，最終可能咧成件事我哋係可能要用到去700萬
800萬港紙。如果萬一真係去到咁樣嘅價錢咧，我真係破產㗎。我要賣地，我要賣地賣樓啊，可能要。咁但係當然就希望唔會發生到去到嗰一步啦。咁但係根據我同我太太咧咁黑仔咧，呢幾年嚟 IVF 又好，而家去到揾代母都好，都中間發生咁多問題嘅情況底下，即係會預計會有可能最壞情況打算就係會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就唔希望啦，係咪？咁但係呢一個就係而家我哋嗰個代母個情況就係進展到而家咁樣。係咯，咁啊，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哋啦。咁啊，將來會係點未知，咁但係我希望喺好接近嘅將來，可以同大家做到一個好開心嘅報告嘅影片。OK， 好唔好啊？咁我哋今日呢一個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哋下條片會係拍咩唔知，咁但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OK， 咁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係咁先，拜拜。